口水吧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曾服侍魏长史的彩萍。我没见过你。我只是他身边的粗使丫头。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魏长史在内府咬舌自尽，永相令让奴婢来披香殿服侍魏夫人。你说他咬舌自尽了？母亲，母亲，我妹妹死了！我妹妹死了！还有彩凡前日以酷刑死在内府。夫人，保重身体。他们都是因我而死的。母亲这是何苦？请母亲莫要再伤心，身体要紧。母亲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花儿，是母亲无能，让你也跟着受委屈了。正因为母親行事荒唐，才落得眼下这個地步。母親求你这麼一個親人了。孩兒只要母親平安，環兒便無怨無悔。請母親切不可再以身試險。母親這麼做，並非為了自己。我知道母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兒打算，但從今以後，請母親不必為孩兒苦心周全，該由孩兒來庇護母親了。你庇護母親？請母親放心，母親便是孩兒的天，孩兒會把母親的一切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重。王后宮裡的紅棗湯甜而不膩，怎會這樣適口？王後一定要交給妹妹。我還真教不得你。這紅棗湯是羋月帶來的，你問她吧。羋月妹妹，怎麼做的？東西都是尋常的，法子卻是魁梧的。把那紅棗紅豆用清水洗淨，浸泡1個時辰，然後清水煮沸，加入去殼留肉的桂圓，再大火煮沸。文火再燉半個時辰，這紅棗湯有安神補血、健脾養胃的神效，女子冬日喝它是最滋補的。妹妹，你嚇死我了，這不比煎藥還難呀？這可比藥好喝多了。妹妹如今常在承明殿走動，定是大王也喜歡上了妹妹的紅棗湯。大王愛不愛紅棗湯我不知道，但是王後卻是真心喜歡。你們也是幸虧有我，才有這口福，還不是看在我的份上？要不你們怎麼知道這天下還有這麼好的東西？哦，對了，你們知道嗎？大王好像已經寬恕魏夫人了。樊長史雖說沒有受到大的牽連，但被嚇破了膽子，如今依舊病得不輕。因為魏夫人並沒有丟失同福節。他的侍女彩凡雖經內府嚴刑，卻不肯吐口，死在內府。加之大王素來疼愛公子華，若拿不到確鑿的證據，大王不會處罰他的。但他在宮中再想害人，卻是不能了。我聽說魏夫人已經向大王提出要撫養魏長史的兒子公子壯，他現在大約只能打大王骨肉的主意了。不行。絕不能讓魏夫人領養魏長史的孩兒，不然這3、5年後，宮裡又多了個與我們心意不通之人。那姐姐打算怎麼辦？公子壯年幼喪母，孤獨可憐，
我是母後，照料大王的孩兒義不容辭。我会向大王提議，由我親自抚養公子壯。不過，魏夫人的兒子公子華一向被大王看重，誰知哪一日那魏夫人会不会于禁复燃？王后的当儿是嫡子，王后不如向大王提出，早日立他为太子。当儿是嫡子，但立太子一事若过着急，反而会令得大王反感。依我看，最好等当儿长到3、5岁，性情初定，再找个机会和大王提更好。难道米八子的意思是眼下公子当还看不出有当太子的资质？不然，为何要等？你可知欲擒故纵这4个字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。今日只是姐妹相聚，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情闹得不高興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敢問閣下，可有見螻蟻溺水而止之乎？此乃人之本性也。所以，我們儒家論人性，以善導之，自可罷兵止戰，天下太平。好啊！儒家說得好。黃公子覺得這裡怎麼樣？熱鬧吧？敢問閣下，可有見幼童系折花催燕，我看到一個熟人，着實霸物否？請自辯。此乃人性本惡也，唯我法家倡導，以法相說，知其惡，治其惡，天下方能嚴整有序，令行禁止。哎，此話差矣。雍大人才能治天下。張子，民為貴。有些時未來這裡比之前更熱鬧。是嘰嘰喳喳的，像個大集市。你那套人證的說法，明明來都來了，自欺欺人，湊個熱鬧。下一注，咱們賭一下，看誰家會贏。好啊，既然來了，就不能空手而歸啊！好，你們道德家的學說好是好，但是不如我們兵家的實用。人可以貧賤，但不可以受辱；可以富有，但不可以糜爛。黃公子，國民不必好戰。哦，那是我新來的一個門客公子倩，他來自楚國，滿腹經綸，只是執意不肯入朝為大王效力，所以眼下是暫時屈居在我的府中。公子倩，啊？兵家的學說雖然實用，卻過於功利了。